一切好順利。而家咧過關手續又簡化啊嘛。香港長者曾伯同太太喺元朗生活多年。可以開啦，可以拉。太太離世後，曾伯選擇北上珠海，入住一間國企運營嘅安老院。我住喺嗰度一路行到篤嗰度。我臨走嗰時咧，個醫院 call 我話：喂，你太太唔係好掂喎，你快啲嚟咯！我話飛的士去啦。阿老婆，咁啊叫你，阿老婆，咁啊佢開眼望一望我，跟住又眯埋眼，就唔再開眼啦。真係啱啱50年，我仲爭嘅，我話好嘢喎！我話太太，你記到我今日金婚紀念喎，佢曾經同我講過啊嘛，我哋第時咧大事慶祝一番啊，又着婚紗又影相啊呢啲嘢咁啊，我話好咩，即係我哋放唔低嘅。你話我哋再點會仲喺度住咧？嗰度叫做傷心地咯，唔可以住。同時個人咧好單純，教幼稚園啊，教書啊。而家曾伯需要定期返香港覆診，而佢喺元朗嘅住所已經租咗出去。咁你今日會住喺邊度咧？因為呢度冇地方住。我住喺我囡囡度啦，知道我囡囡嗰度就根本就好窄，揾到嗰啲公寓啊或者酒店啊平地啊咁咪好咯咁講。我個女聽到嘅話，哇！點解要住公寓酒店啫？翻嚟呢度住啦，你住嚟呢度啦，我有辦法㗎啦咁講。我唔知佢有咩辦法。阿妹，喂，媽咪，係點啊？你喺咗邊啊？你喺咗邊啊？我而家同嗰啲姐姐喺度訪問緊。啊，仲未完啊？差唔多啦。而家帶佢上去天棚個花園度行下，兜個躝咁就走啦。我太太就唔係好中意運動嘅，不過我有時夾硬捉佢嚟啫嘛。好似打乒乓波，我硬捉佢，如果學下有興趣咯，又係識打噶啦已經。但係識打嗰陣時，嗰啲病已經開始嚟啦。喺香港，好似曾伯咁樣只有長者居住嘅家庭住戶，佔整體長者人口嘅40%，近10年上升超過70%。呢個意味住家庭照顧者空缺，或長者互相照顧嘅情況不斷加劇。佢話啲柏金遜症，仲要加埋啲亞茲海默症，兩種嘢都係腦嘅問題嚟嘅，都係我親自服侍佢噶嘛。我喺屋企都做好多嘢噶 ，exercise 運動啊，屋企有籃球有足球噶嘛，攞個波，我話老婆你企喺嗰度，我企喺度拋波，頭又拋30次就接到喎。有時你拋尾啲咧，接唔穩咧。佢識得發脾氣喎，執起嚟掟，仲唔係好犀利，咁啊日日係咁拋咯，咁啊拋下咧接唔到啦。照顧者照顧呢類咁嘅病人，真係好辛苦㗎。夜晚同佢哋一齊瞓，咁我夜晚咧。起身成3、4次啊，同我換片，根本我都冇得瞓。你換咗片咧，你又唔係即時瞓得着喎。當你瞓着嗰時，佢又換第二個又換，咁啊，收尾咧，我就同我姑娘講，又嚟洗傷口啊。咁我話：阿姑娘，你上次幫我解決呢個竇嘅個問題喎。咁我話：而家有個問題又想請教下你啊。我夜晚冇得瞓喎，點算啊？佢話：曾生。你唔知道咧，而家有隻尿片啊，可以夜晚咧8點鐘咧壓埋去瞓覺咧，到第二日8點鐘咧唔使換㗎。你除咗個塊片出嚟，你攤喺個地下度，攤喺地下度咧揾張紙巾，你抹下佢，睇紙巾濕唔濕？真係一啲濕都冇喎。即係由我照顧我太太咧，我學識咗好多嘢，真係咩都要去請教人哋問。對於自理能力受限嘅長者，香港社會福利署提供護理安老院同埋護養院嘅資助宿位，每月平均約收港幣2000蚊，平均輪候時間從8個月到3.5年不等。
佢批我段時間，我計嘅時間都有2年幾啦，申請咗。呢類咁嘅老人啊，佢係要一啲受過特別嘅訓練過嗰啲人，嗰啲老人院先收得嚟。嗰啲老人院比較少嘛，所以佢一定要你等咁耐咯。太太入住院舍之後，身體狀況反覆，幾個月後不幸離世。住咗唔知一年都唔夠，就開始有肺炎啦。阿曾生，你太太要插口喎，咁講。我話你唔好插住。我話較早前我都成日餵佢，佢話佢都食嘅。而家點解講話要插口咧？我知道插口佢都幾辛苦噶嘛。咁樣咧，我話唔好插住，你俾我嚟餵佢幾日先。佢如果真係唔食啦，咁你先插口。咁我走嚟餵佢，佢又食喎。姐姐餵啊，即係唔俾心機餵。佢當一般嗰啲老人家餵，你服侍得呢啲咁嘅病人咧，你都要好心機氹佢噶嘛。你唔係話求其你唔食就算咗，我餵第二個啦咁樣。佢連個啖都未吞，你問佢又唔識答你，咁你咪再執俾佢，夾硬執俾佢，咪肺炎咯。係嗰啲肺炎咧就好麻煩。老實講啊，咁嘅嘢。你叫我仲行翻呢條路咩？即係冇信心咯。我唔係怪佢，我嗰陣時講啦，人手少，地方少，你冇得好服務，所以我就唔想行翻我太太呢條路。呢個係主要原因啦，上嚟咯。2014年6月，社會福利署開始推行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已經有24間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納入計劃，大約460名長者通過計劃，免費入住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長者經過安老服務統一評估，評定為體弱，並且係適合院舍嘅照顧，而且輪候政府資助安老宿位，就可以按照本身嘅意願選擇入住計劃底下嘅內地安老院。申請院舍照顧資助宿位需要年滿65歲，並需要經過一系列統一評估。內容包括長者嘅日常活動能力、認知同埋溝通嘅能力、情緒同埋行為、身體機能、健康狀況、社交支援同埋家居環境等等各方面，從而全面咁樣去了解長者嘅長期護理需要，同埋確定係咪有需要接受住宿照顧。申請院舍照顧服務係唔需要經濟審查嘅。我哋都係第一批咧，就社署嗰個廣東院舍計劃嘅院舍嚟嘅，社署都係會補貼咗佢嘅院舍啦，基本嘅食宿嘅開支啦，同埋嗰個醫療。然之後咧，如果佢真係適應唔到啦，退出呢個計劃咧，其實佢社署嗰個輪候嗰個名次咧係冇改變嘅。對於好似曾伯咁樣暫時唔滿足輪候條件嘅長者，北上安老則需要自行負擔各方面嘅費用。好似元朗都有㗎，呢個高級豪華養老院啊嘛，你哋都睇過啦。我睇下嗰啲價錢，最低3萬，最高6萬，諗都唔使諗嗰啲咯。所以咪焗住要諗大灣區咯。我去 YouTube 度睇到，大灣區都有好多類嘅。據估計，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平均月費僅為香港嘅1/3至1/5。港澳同胞同大陸咧收費都係一視同仁嘅。自理嘅話咧，雙人間咧大概係5-6千啦，到臥床咧大概係8-9千咁樣啦。如果單間嘅話就8-9千，自理到臥床就8-9千到12000度啦。生活起居照料呢啲都包括護理方面咧，定時抹身啊、沖涼啊、兜屎兜尿啊，其實呢啲頭先講嗰個價已經包含㗎啦。佢係如果住4人房嘅話咧，包埋咧嗰個頭先我提到嗰個醫療啦，大約4000幾蚊就已經可以㗎啦。咁所以換句話講咧，你個綜援可以 cover 晒呢個開支。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作為專業顧問，參與研究多項政府安老政策。即係年紀大咗之後咧，嗰個生活咧可能有好幾十年。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講喺大灣區係咪由頭生活到尾咧？
可能未必係嘅。可能我哋多咗一個選擇，可能喺中間有啲時間你可以去短期嘅居住啦，或者係相對長期嘅居住啦，或者最尾你選擇去嗰度咧係接受一啲嘅服務。咁我覺得好多時候呢個嘅優勢同埋劣勢咧，就可能要喺唔同階段咧就去睇。同曾伯同住珠海呢間安老院舍嘅唐婆婆喺香港曾經同外籍家庭僱工同住。我而家呢度食咧4餸1湯嘅，有得選擇啦。你4個揀2個都夠食啦，係咪？咁但係喺香港外勞咧，佢食乜嘢要我跟住佢食，因為我對佢同我2個人有咩唔舒服啊咁，佢冇呢度呢啲護工咁細心啲。我哋就而家冇嘢需要照顧嘅啫，係咪啊？廣東入選院舍均設24小時照護服務，其中3間達到護養院級別，滿足身體照顧需求更高嘅長者。90歲嘅羅婆婆就選擇入住其中一間。翻咗嚟住幾耐啊？我都好似兩年啦。係啊，2年啦，係啦。咁佢嘅身體狀況咧，佢有高血壓同埋糖尿病嘅，長期食藥嘅，睇嘢咧真係得個影嘅啫。羅婆婆喺香港嘅時候同佢個女一齊住，而家佢個女會定期從香港到肇慶探佢。至少3日嚟，有時日日佢都會嚟。喺大灣區而家有跨境嘅啲大巴啦，1日來回啦，我諗係有10幾班。咁仲有就係呢個高鐵啦，就算係我哋安排唔到時間啦，我哋就會約姑娘同佢視訊咯，即係變咗佢唔會覺得我哋冇理佢，咁佢所以佢覺得成日都見到我哋咁解。住咧係一個最大我哋去考慮嘅地方，同埋有一樣嘢我媽媽最 concern 嘅就係香港，因為佢1日咧就去好多次洗手間，因為老人家嘛，咁佢就好驚啦，好多人去用一個洗手間。咁佢又好驚排隊，驚自己忍唔到。如果有呢個問題，我就唔去噶啦咁。但係我哋睇得到喺國內啦 ，even 係1人房、2人房或者係4人房，佢都有佢自己獨立嘅衛生間嘅。咁樣嘅前提之下咧，咁媽就好放心啦。其實從我去走訪的個別的一些承接這個香港和澳門這個老人的這個機構來說呢，我覺得他們的硬件設施確實提升得非常快。隨着這個老齡化程度的加深，現在政府對於這個養老方面的投入也在不斷的加大，軟件方面，也就是我們所提到的人、護理的人員，包括一些社工的服務等等，我覺得這些部分其實它的吸引力也在不斷的增強，包括這個香港、澳門的老人過來，確確實實會感受到一些不一樣的一些地方。根據香港2023年院舍法例條例，照顧院舍內每名住客嘅最低人均樓面面積為8至9.5平方米，護理員與住客嘅比例不得少於1:40，即1位護理員最多照顧40位長者。每個老人家嘅長者嘅身體狀況唔同咧，我哋唔同嘅服務等級嘅。如果係重症嗰啲咧，一個咧就大概係1:4咁樣咯。為雙人房，人均嘅面積係15個方，適老化嘅扶手、洗手間都會有個緊急嘅呼叫鈴。咁呢個床呢，我哋係經過好多次嘅改造嘅。2023年7月，廣東院舍計劃放寬營辦機構資格，亦接受非香港機構運營嘅院舍申請，但必須達到國家評定標準嘅4星級或以上。我哋收到申請或者推薦之後，係會進行實地考察，去觀察安老院嘅服務。內地安老院多數都係採用醫養結合嘅服務模式嘅，即係話喺院舍裏面會設有醫療設備，同埋會有康復嘅設施，可以全面咁樣去照顧長者喺護理、康復同埋基本醫療方面嘅需要。香港長者醫療券作為支持基層醫療嘅措施，已經喺大灣區全部內地城市應用，但服務範圍僅限於21個試點服務機構。會唔會返香港係復診嗰啲㗎？要啊！我所以就最麻煩喺呢度，即係香港啲嚟咧，可以1日嚟回都得㗎。但係你知我哋年紀大啦，即係好辛苦，覺得辛苦啲咯。希望咧政府快脆兩邊係好，醫健通啊嗰啲咁樣咧，咁我哋就方便好多咯。你知上落真係好唔方便。2024年7月，醫健通電子平台開設跨境健康記錄功能，
目前僅有7間廣東機構實驗對接，尚未覆蓋所有大灣區內地城市。呢個應該係大灣區養老院香港長者都會遇到一個難題，因為依家目前未有好好嘅解決方案。我哋有福祉車，最多可以送到關口嘅啫，之後喺香港嗰度要有人再接翻去。我哋自己有約過救護車送到關口嘅，但係救護車過唔到關口嘛，呢個係一個難題啦。2025年政府施政報告提出，有序擴展救護車跨境轉運病人安排，並新納入珠海同埋南沙兩地指定醫院，即係總共4間醫院。安老院舍中嘅病人轉運，仍需院舍同病人自行安排。當一個香港嘅長者要做一個咁嘅選擇嘅時候咧，佢呢個後顧會唔會完全無憂咧？我覺得始終都有啲嘅，因為佢要離開自己熟悉嘅地方。咁我覺得如果你係好籠統咁講，邊度醫療嘅條件唔好，我覺得呢個咧就其實係唔係好恰當嘅。究竟個長者咧，佢而家係講緊佢嘅日常，譬如傷風感冒，定係話佢要開刀，或者話會唔會佢中咗風之後要 rehab， 即係要去康復，或者佢安寧有咩訴求？咁當我哋了解清楚咗係唔同醫療需求嘅長者，佢嗰個訴求之後咧，可能咧係需要針對咁樣去解嘅。咁另外仲有一類咧，就係其實而家人口老化啦，個認知障礙好普遍啦。我哋特別咧有一個地方咧係照顧呢一類有行為問題嘅長者。我們是分了就輕中度的一個樓層，他們有認知障礙，但是他們很多生活能力還保持，還有一個樓層就是生活能力也基本上都需要協助了，失能程度比較高的那種寵物療法，像這個園藝療法，他們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他們自己的這個交流啊、社交啊更合適一些。長者除咗生理層面嘅醫療需求，亦需要重視包括孤獨感、抑鬱在內嘅情緒問題。據統計，香港獨居長者嘅孤獨感得分為5.63分，顯著高於3分嘅臨界值。喺香港自己一個人住，好無聊除咗睇電視咩都冇做，連下啲公園都唔肯落去行。原本喺香港獨居嘅黃婆婆，選擇入住一間靠近口岸嘅深圳安老院，唔單止識到咗新嘅朋友，仲重拾咗跳舞嘅愛好。點解我中意呢度呢個環境又好？最緊要就係要有人氣，有人傾偈咯。夜晚食完飯就喺大堂，幾個好朋友喺大堂傾偈。一個星期有一個活動表，上晝下晝。我中意跳嗰啲拉丁舞，已經有20年啦，都識跳，冇得手。最緊要有一個老師得手。點樣令到而家係我哋話獨生子女啊、小子女啊，甚至乎可能子女係唔喺身邊啊，或者甚至乎冇仔女嘅嗰啲家庭咧，都享受到點樣啊？好似家一樣嘅溫暖。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女而家都好唔中意同人哋講，我住喺大陸係攞人院，冇所謂啫。我自己中意就得啦。咁收尾一講俾佢哋聽，佢哋即刻反對。爸 B 你去咁遠住，我哋點樣探你啊？咁而家我喺呢度住，咁1個月之內你有幾多人嚟探我咧？咁同大灣區有咩分別啫？最緊要你有心啫嘛。你有心嚟探我，我就好開心；你冇心嚟探我，夾硬叫你嚟探我，我唔制嘅。啲關係好緊要嘅，所以佢先唔敢反對啫嘛。香港長者馬婆婆2020年入住佛山一間安老院，佢嘅安老事宜大部分由子女操辦。因為初入嚟嗰陣時，我媽咪唔習慣，都有啲情緒上嘅問題。咁但係住落咗之後，同埋啲護理人員都傾偈啊，咁又有咁多老人家同佢一齊喺度玩，咁佢先慢慢即係改變咗自己嘅心態咯。
咁我作為仔女嘅，我梗係希望話可以成日陪住我媽咪咁，但係因為要工作要成冇辦法，咁變咗又唔放心一個人擺喺屋企度。咁但係如果喺護老院入邊咧，就好多老人家就有好多活動喺度同佢玩，打麻雀。打麻雀，嗰啲人打麻雀揀，成日都揀揾我嘅先，揾我先嘅。過時過節啦，咁嚟緊春節咧，我哋都會請晒假啦，啲即係香港嘅。咁因為我哋五台同堂噶啦，咁所以喺香港佢享受唔到呢個咁嘅開心嘅，因為好難香港揾個地方度同20幾人一齊聚，其實唔簡單咯。咁但係佢喺呢度咧，佢可以享受到晚年呢一個福分咯。你要開心嘅時候咧，可以有個地方可以分享。當你遇到好多挫折嘅時候，你翻到嚟嘅時候，你仍然覺得呢個地方我係好信任，我唔會放棄。咁對於長者嚟講，呢一種感受係好緊要。我哋點樣去喺我哋唔同嘅地方去營造呢種感受出嚟，以至於咧，我哋係真真正正等到個長者，令到個長者鼓勵到佢。去參與到佢自己創造自己嘅生活，而唔係等人哋嚟創造佢嘅生活。哦，以前真係一擘突隻眼，對住個外傭姐姐，係咪啊？大家又冇乜點樣溝通到，翻到嚟原來群體生活咁開心嘅，呢度有事住嗰度最好。你既然係想接受呢度嘅，你梗係觀察細微啲啦，係咪啊？即係揾資料就揾咗幾間，但係正式去試住咧，就試住過連埋呢間3間。我一定要睇完之後，我親自嚟了解點樣了解咧？我喺度試住3日，同啲公公婆婆一齊食嘢啊、玩啊咁樣。咁佢哋呃我啫，公公婆婆唔會呃我噶嘛，啱唔啱啊？呢最好噶啦，係咪？啊，咁我咪好睇到真嘅一面咁咯。截至受訪時，曾伯已經喺珠海試住咗接近半年。大致上 OK， 但係點解咧？我咁講咧，你知中國啲地方好大㗎嘛，每個地方啊嗰啲生活習慣都唔同啊嘛，啲言語又唔同，所以你叫我哋同佢突然間去同佢一齊融合喺度，同佢相處咧係有啲唔慣，但係你都要被逼。都要識遷就喎，係咪？你喺度住得，你既然選擇住得呢度，就你要逼自己去選擇去適應佢咯。即係其實咧，一個老人家無論佢係搬去一個大灣區嘅養老社區，或者佢去一個香港嘅養老設施，都係一樣嘅。即係我哋都有個適應期。咁我自己之前都有做過研究咧，就係呢個適應期通常咧就3至6個月嘅時間。如果咧你喺呢個時間入邊，你呢個院舍唔可以同嗰個長者建立一個我哋叫做信任嘅關係，我有咩困難，我咩唔適應啊，我要講翻出嚟，你要幫我去解決，或者有咩地方我係嗰個期望係同嗰個現實有落差嘅，我自己都要去調節。咁雙方都有好多溝通互信，信任咗之後啦。安穩咗啦，咁其實嗰個嘅居住咧就會相對咧係穩定，心理上嗰個調節同埋嗰個適應期咧係相當之重要。據統計預測，至2039年，香港65歲以上人口將佔總人口嘅30%以上，圍繞安老產生嘅社會需求將更加迫切。作為香港長者嘅一種選擇，北上安老亦將持續發展。佢即係天時冇咁凍啊，好天啊，好多小朋友啲媽咪都帶佢嚟玩。我帶埋我老婆嚟見佢，見啲小朋友啊，咁就好開心啊嘛。佢都話教幼稚園嗰陣時已經好中意啲小朋友噶啦。你會唔會覺得如果你太太係嗰時係住係同你一齊住喺呢度，會唔會好啲咧？會。如果我一早我知道有呢啲咁嘅嘢咧，我一早搬咗我太太過去同佢一齊住啦。即係當佢嗰陣時，佢仲未發生事嗰陣時啊，佢仲未有呢啲症嗰陣時啊，我哋可以搬過去住㗎，係咪啊？又唔使做嘢，
咁你嗰邊使費又平。我如果喺嗰度住，我熟咗啦，我四周圍可以搭車去玩噶嘛。我太太又係中意去玩噶嘛，佢跟我去邊度佢都可以㗎，總之。